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23，咱做伙来读耶利米书第45章到第48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45章，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，尼尼亚的囝巴录将先知耶利米所传的信息记伫册里。彼时耶利米甲巴录讲：“巴录啊，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你有在讲，我有够惨。上主伫我痛苦的时，搁加添我的忧愁。我吐气吐甲真深，嘛无通有一时安息。”上帝吩咐耶利米着甲巴录讲：“上主安尼讲。我要拆毁我所定见的，甲我所栽种的拔出来。伫全地我拢要安尼做。你伫为家己倒无大事是无？毋通倒无，看咧，我要降灾祸互所有人类。毋过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会保全你的性命。上主安尼宣告。第46章。关系列国，上主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针对埃及，关系埃及王尼哥的军队，因伫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，伫幼发勒底河边的加基米斯，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拍败，就准备大势阵牌，出征交战，就讨马湾。骑马排队伫头花，外枪穿战甲。毋过上主讲，是安怎我看着因惊吓撤退，因的勇士害输，拼性命逃走，毋敢回头，四周围充满恐怖，上后走的嘛走袂离，连勇士拢袂当逃脱。伫北方幼发勒底河边，因拢跋倒爬袂起来。这个亲像尼罗河涨满，亲像江河野涌凊悬的是甚物人？是埃及。伊亲像尼罗河涨满，亲像江河野涌凊悬。伊讲：我要涨满，要淹满全地，我要毁坏城镇。消灭遐的居民，正要冲啊！战车突击，亚丁牌的果实甲骨的勇士，开弓的鲁底亚军兵冲出去。这日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报仇的日，伊要刑罚敌人，刀剑为吞者，食甲饱，为啉火，啉甲满足。伫北方幼发勒底河边。有祭物要献互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埃及人啊，着去吉勒找乳香，恁食遮济药啊，拢无效，袂当甲伊医好。内国有听着你受凌辱，全地充满你哀哭的声。勇士甲勇士相弄，两个做一个跋倒。下面是关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埃及。上主对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，就伫埃及北洋，伫密端宣布，伫mem菲斯甲达比勒宣布讲，着拜登准备作战，战争会吞灭恁一切所有的。恁的勇士是安怎跋倒？因为上主甲伊车倒，互因徛袂牢，因战败四散。大家三吞打，互相讲起来，咱倒来去咱的本族，倒来去咱的故乡，闪避去遮的刀剑。因伫遐话讲，埃及王法老干达袂晓讲大声话，伊已经失去伊的机会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记我的性命律誓，尼布甲尼撒来的时，伊会亲像超越正山的
塔博山，亲像伫海边的加密山。埃及人啊，就甲狩猎要用的物件款好势，因为免费书会受烧毁、下昏，无人徛起。埃及是肥佮水的牛母，毋过对北方来的牛毛已经够啦，因已经来啦。埃及车来的兵，亲像调来肥的牛啊，因拢彻底逃走，毋敢继续交战，因为因患难的日来啦，受刑罚的时已经到啦。埃及逃走，亲像蛇在烧发出声，敌人要规阵做回来，亲像插树仔的人掠斧头甲伊插掉。上主讲，伊的手若虽然暗，敌人嘛会甲插了了，因为敌人比草莓较济，袂算得。埃及的人民要受侮辱见笑，因为互北方的人征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看，我要刑罚底比斯的神明阿文，刑罚埃及以及伊的神明甲君王。我嘛要刑罚法老甲所有倚靠伊的人。我要将因交伫爱要杀因的人的手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元神的手。毋过，埃及将来会阁有人徛起，甲早前共款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以色列毋免失志。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你，对你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。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，无人会阁互因惊吓。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我赶你去遐个国家，我要甲因完全毁灭。你咧，我袂甲你完全消灭，毋过袂当无刑罚你，我要照公义管教你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第47章，埃及王攻击加沙以前，上主针对非利士人对先知耶利米讲话。上主讲：你看，北方的河水中悬，正做一条泛滥的大河。淹过全地甲其中所有的，淹过城甲城内的居民，人要喝休，境内的居民拢大声啼哭。最老爸的一个听到战马马蹄的声，战车互地震动的声，车轮过过的声，双手就酸软，无法度活转身救家己的囡仔。失去一个狗，上主会毁灭所有的非利士人。消灭剩落来要帮赞太尼甲西顿的人，上主要毁灭非利士人，消灭加菲托海岛所剩的居民。加萨铁光头悲伤，阿什基伦嘛乌有去啊！伫平原所剩的非利士人啊，恁挂家己的身躯哀伤要到第时？恁叫讲上主的刀剑啊！你到第时才会安静。着球入去刀手，毋通阁震动。伊哪有可能安静呢？上主命令伊去攻击阿什基伦，攻击住伫海边的居民。我上主派伊去，这件事已经定着。第48章，关系摩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尼布惨啦，伊的荒废，基列亭受侮辱，互人占领，伊的堡垒受毁坏，居民受凌辱。摩押袂阁有灿烂的阳光。有人伫希实本设计要害摩押，讲：来，咱来甲消灭，互伊袂当成做一国。马德缅城就点点毋通准写，有军队要来攻击你。对何勒念传出哀哭的声，荒废啊，拢总毁灭啊，摩押受毁灭。伫遐传出囡仔的低吼的声，人被
落去的山坪，哪北哪靠，因落俄罗念的山边，听到毁灭哀哭的声，就逃走。虽然顾性命，亲像旷野的野驴。莫啊，你靠家己的权力甲财富，毋过同款未受征服，你的生命期末甲伊的祭司以及官员，拢会受流放，做一个受牵线。恁逐个城拢会受毁灭，无一个城会当避免。山国受毁坏，平原受吞踏。上主安尼宣布，就甲摩押斗两支石，互伊通爬走。伊的城镇会趴远，无人徛起。兵单毋做上主的工下，会受咒诅；毋举家己的刀去杀敌人的，会受咒诅。摩押对开国以来就真太平，毋捌受放逐。伊亲像风捌伫酒甕内的酒，毋捌互人倒来倒去，所以滋味原在，气味无变。上主讲：看咧，时日一个到，我要派人甲摩押倒去杀，亲像甲酒倒掉共款。因为甲酒倒甲空，佮甲酒甕摔破，摩押会因为伊的神明期末见效，亲像以色列人为着因所倚靠要得利的神明见效共款。摩押啊，你哪会当自称是英雄，是够小镇的勇士？摩押会受毁坏，对着占领伊的城镇，特选的壮丁拢受害死。摩押的终局必君啊！伊的灾难会紧到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摩押周围的国家认捌伊的民族啊！恁拢着为摩押悲伤，讲伊的大关系放弃，伊的阳光无去啦。日本的子民啊，着对你阳光的座位落来，坐伫打扫的涂骹，因为毁灭摩押庙已经到。伊要拆毁你的堡垒，阿伦尼的子民啊，就徛伫路边看，问遐个逃难的男女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因讲摩押沦陷啦，恁着为伊哀伤啼哭，着伫阿伦河宣布讲摩押灭亡啊！审判已经临到平原逐所在，其实摩押无论远还是近，所有的城镇，到伫河伦、雅扎、米法甲、底本、尼坡、别底比拿太因、吉勒廷、别加末、别米温、加略、波斯拉，摩押的关系无去，军力全失啦！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恁着甲摩押灌互水，因为伊自个为着我，伊会伫家己吐出来的垃圾米中间割来割去，互人踢笑。摩押啊，你竟毋是捌提笑以色列？你逐遍讲着以色列，竟毋是摇头，甲伊当作互人掠着的贼啊！摩押人啊，着逃走离开城镇，去住伫山岩，亲像粉鸟伫隘口做收。犹大的人民讲，听讲摩押人非常骄傲，自高自大，骄傲到极，家己掠做了不起。我知因的自大是空虚，所夸口的拢是碰风。上主安尼宣布，所以我为着摩押啼哭，为着摩押全国啼哭，咱嘛要为着跟你哈列色的人啼哭。色比嘛，我为着你哀哭，比为雅舍哭更加大声。你亲像波罗修，既穿过大海，驶到雅舍的海，毋过毁灭者来啦，要将你倒要收成的果子甲葡萄拢毁掉。上主讲，摩押肥的田园消失，
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。我互酒窟无阁出酒，无人伫遐打酒出欢喜的声。虽然有发的声，毋过毋是欢喜的声。伊是本人哀哭一声传到伊伫阿里，探到雅扎，阁对索尼一直传到何罗念，直到伊吉拉西里西亚，因为连灵林的溪水拢打去。上主讲，遐伫摩押的山头端献祭，因的神明烧香的人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所以我的心为着摩押悲伤，我的心肠为着革尼哈列舍哀伤，亲像皮那哀怨的声，因所组织的财物拢失去了。因逐个人剃光头，剪喙鬚，挂上手骨，摇下抹布。上主讲，摩押逐间厝的厝顶甲广场拢有啼哭的声，因为我毁坏摩押，亲像人讲喙无介意的器具，因着大声啼哭，摩押完全毁灭啦！因见笑无面通见人，诚侪四周围的国家提笑，互人着惊的对象。上主讲，看咧，有一个国家亲像鹰鸟踢开伊的翅，冲落来攻击摩押。摩押的城镇甲堡垒拢互伊占去。迄时，摩押战士的心为亲像水船的附近人遐尼探听。摩押受毁灭，无过诚做一个国家，因为因自高自大，背叛我上主。摩押的居民啊，恐怖、含气、活斗，在长等恁。上主安尼宣布：闪避恐怖的人为跋落含气。对含气逃脱的人，为互外头偷着，因为刑罚摩押的年已经定着。上主安尼宣布，遐个逃人去希实本寻求保护的，因的气力已经用尽。毋过有火对希实本发，有火焰对西方的城出，烧尽摩押人的头额，甲爱小太的人的头壳。摩押吧！你有知晓啦？拜基抹神明的人啊，恁袂忘啦！恁的后生互人掠去，恁的查某囝嘛做伙受掠。毋过上主嘛有讲，将来我会互摩押受掠的人倒转来。有关摩押受审判的话，到这为止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耶利米书第45章到第48章。